表演的是安业国小3、4年级的小朋友。说到这些孩子说学逗唱是一流的，哪得讲台语哦？我这个老师哈，我都拍摄哦，我或许没有讲得他们好，那就让我们2位小小主持人来介绍他们唱的歌曲。大家好，爱恁身体健康无烦恼，对阮唱歌台语学。阮是麻豆囡仔，爱唱歌，欢喜唱歌，互恁听。爱咱麻豆世界有好名声。即摆要唱的这首歌，是阮学校台语老师写的哦。阮台语内容古文老师说，我是台湾的好主地，就爱用地母话来疼惜咱美丽土地。麻豆之歌，南风透花香。来，油啊！你们很棒哦！来，北路到。